接下来要同大家小解一群轮舞者。神宗者做许多运动比一般人更难，尤其是刚开始家下，要克服的除了眼神的障碍，还要面对别人的眼光。苗栗也有一队神宗者整个国票舞团，平常时差不多有5到7个神宗者会参加，也能强下练舞，乃如去比赛表演，展现发力同自信，强下来认识伊呢。下班呢，天下设的乒乓间，躺喺度一阵阵敲嘅声，杨春兰得到分数的，还会过跳的喊出来。行势路速度受伊麻痹嘅杨春兰，虽然双脚唔离偏，下班呢下班还係會同同事打乒乓比流汗。唔過睇4-5年前，楊春蘭嘅活動範圍愈搶愈下同公司，某個活動都唔去參加。有什麼活動，你問他就知道。我從來都沒有參加，他們是到我一直到就是參加國標舞之後，我才決定說，哎，走出來。因為就是以前就是怕人家，因為走路就不一樣嘛，就是怕人家會看我看到人家那個眼神，我會很難過。可能就上班下班，冇其他社群活動吧，我只會前啲，然後聊佢聊天，或者問佢愛慕，OK，有興趣那就衝下就來。我這個是適合獨自練習，所以我都沒有腰伴、基本我都是在練自己的基本功。睇順後定嘅嘅通橋嘅廖必珍，強用也係速度受伊麻痹。伊平常時都係哪輪怪官嘅，也算操輪輪椅行通。唔過同楊春蘭冇嘛強用，伊過後同人接觸，通橋嘅比賽也改掉不一。其他發通走一走唔讓人，教一教唔讓人，撞球係真好嘅，不過身體體力唔好也對嘅啊，全部。搞其他運動也條唔方便咩，佢就想到撞球。伊當初參加嘅神宗者協會有位通球嘅教練來教，廖必珍也能開始奮鬥一個運動。因為安尼，廖必珍還同輪椅改錯跳把個歌話，安尼打球嘅能有拉歌。我跳過，因為也一般嘅輪椅，我唔打過，唔打過嘅腳管嘅話呢，輸硬，根本就球嘅打唔到，打唔準。佢說我跳過。他家人的狀況無強，伊當然也無按，就直接拿個也帶好。也認真身體唔離偏，會參加各項運動，若有適合嘅設備。5年前，廖必珍有為楊春蘭強下去跳輪椅國票舞，精彩若4萬元嘅特殊輪椅，一般人根本乃唔好，本但唔好同人接觸，唔過過好音樂嘅楊春蘭，沙興菜菜的過上嘅此款啊！我第一個念頭是。坐輪椅怎麼跳舞啊？其實我蠻喜歡跳舞的，因為以前我聽到音樂呢，我會自己身體會扭動，可是腳不能動。跳舞跳下去，改變了楊春蘭嘅人生。按多年來，唔單是參加國內大大小小嘅比賽，還去中國、菲律賓、日本參加國際比賽，伊也學會嘢打乒乓、羽毛球、通球嘅也到，生活很豐富精彩，很多人也收面嘅嘢。我已經當阿嬷，人家還說我是陽光女孩，對不對？所以就是發自內心的那種快樂，就會散發出整個人，讓人家看起來說哇，你好有自信，這樣子。我快樂，帶給大家也快樂。我有按太嘅轉變，廖必珍因為前主要都係因為輪椅國票舞，係櫃台青人向下跳，按歡喜嘅心情，我相互扯來扯去。尤其伊能跳舞嘅伴，又加係國歌終身。以前同較定，較避暑，對，係啊，要掙扎，一定要掙扎。因為一3年嘅成法，兩3年成法老團體嘅成法完全冇共用，本身就會被帶動出來。跳一跳沒有，他會跟你扮鬼臉。練習的時候就很好笑，有時候會一直笑這樣，因為這樣子才不會說很死板。按歡喜跳舞錄音跳引神氣，唔過眼神唔離偏有障礙，也是知道許多神宗舞者是才能唔好變黑的。長期以來，佢大部分時間他冇運動，佢就抽燈啊，就很容易有那個褥瘡，都容易有褥瘡啊。他那個褥瘡哈，
好不容易好了来练舞，练个几天，褥疮又起来了。有跌倒嘛，手受伤啊，我又断了2个多月没练。那阵子就想说，不要练了啦，好累哦。可是后来又起来了。如果他向后的话，他就倒，真正很容易摔倒。事实上，轮椅骨盆舞同一般的骨盆舞舞谱无嘛共用，坐轮椅的轮扎顶上需要同轮椅扣起来配合节奏，故说轮扎会先克服行会弯倒一个事情。拄来刚好，太强跌倒，因为佢本身脚都唔好，你坐喺上坡又跌倒，佢强舒爽，所以动作跟那铺的较难了，佢都冇，都一下都还唔敢做，强跌倒啊。跌过，我还这样子卡在中间啊，站立着拉着我呢，因为要往后嘛，我就这样子卡在一半中间啊，人家还在讲撑着，一翻下去一定倒啊。轮椅转弯的空间爱起态，舞者之间爱个接拳，有时唔得踢拳，无期待的人伊无生意，如果本轮椅站到的。个接触的点，当中央。嘿，因为无的话，树木安定的话，规早个人2、3年，我念强哈，我送啊送电去几秒送电，2、3年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尤其是树，对啊，因为树木的长点落去，人要这样落轮椅行靠要冲到脚哈。轮椅骨盆舞无天操会比一般的骨盆舞更简单，故说搞跳舞的先生，三路的前身坐上轮椅来体验看啊。因为还安排嘅国高中嘅舞者同轮者向下跳，许多舞者的技术也进步嘅。技术上面是的确有增加，因为轮子它有重量，所以我们在引导的过程中，我们用那换一个角度在站立者身上。跟就是一般普通的，就是我们国标舞的，就是人，其实跳起舞那个手的控制的力量会相对的提升很多。因为安尼搭配的机会，后生舞者对身障者也有为无同样的看法。他们很强啊，因为他们坐轮椅还可以跳舞，而且他们都翘着轮椅，就前面轮子没有碰地板。一直走，每次上课都很认真，每次看他们跌倒再爬起来，跌倒再爬起来，就觉得很替他们感动。5年来，台南一群轮椅骨盆舞者乃入去表演比赛的先生，都认为轮椅骨盆舞唔单止是得帮大家看到无同样嘅奖，身障者也有个全新嘅表演舞台。我做在行出来老太家强哈。我也可以去到舞台档口哈，尽情的发挥，跳7个舞，哈，我跳恰恰跳伦巴，哈，同样会得到很多的掌声，很多人肯定他。我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我比那个严重的还要轻微，可是比轻微的呢还要，所以我是居中，但是我找到自信，就是从跳舞这边呢，舞出快乐，跳出自信。